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一成言》。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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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涌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做阵行。浮浮摇摇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运命。讲心事，讲生命，提出信心力量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涌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做阵行。浮浮摇摇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运命。讲心事，讲生命，提出信心力量。为你头一摆来我厝应征开始，你就激一个面相互我看，但是安怎？我敢是做遐歹哦，遐顾你哦。我只不过少看一块皮啊，加减我陪你嘛。假使你若无介意我随时会当离开。李官，头家也无讲伊无介意你啊，你无需要死头路啦。一个遐少年的查某囡仔人安尼，阮讲你两句，你就安起错错，你若火气遐大，较袂着你要死头路。你敢知影我的员工遐多，无一个敢用这款口语跟我讲话，独独是你，若毋是恁头家娘。天生啊，莫阁讲啊啦。李官哦，伊行一条够伊的啊，以后伊会说你啦。头壳我扫扫就好啊啦。免啦，我来扫。我感觉吼，这个查某真无我的，伊安尼怪怪，你是安尼遐介意？局长，有请。阿爸的身体一定完全恢复啊！不管恁伫什么所在，阿爸一定会想办法找到你。你要出去哦？是啦，你要去倒啊？头家娘，这段日子予你这样照顾，真多谢你。我的身体吼已经恢复健康啊，我总袂使讲一直住伫遮，甲你搅了，予你增加麻烦啊。你安就要走啊？你毋是答应讲要甲我斗做工课，要伫你的厝势，但你这样什么代志都无做啊？你安就要走？头家娘，是的啦，我都有真重的代志要去处理啊，这是关系到我的一生。要毋过你放心啦，我毋是一个忘本背义的人，我欠你的厝租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摕倒来还你。我唔准你走啦，为着我无稀罕你害钱啊啦！头家娘，我是讲吼，等你伫遐住遐尼久啊，你想要办什么代志，你做你去办啦，甲办完后你就倒转来住。我嘛无一定会收你的钱啊。头家娘，我知你人真好。要毋过，我是要去找我失散多年的囡仔。搁再讲，我入要去什么所在找，我都唔知影，我无可能倒转来啦。哦，你看，
你连你都唔知讲要去倒位找你的囡仔，我哪知讲你什么时阵会倒来还我的钱啊？拄则你毋是讲你无稀罕我的钱，你今摆都讲，我是讲你伫咧遮搭身体都拄啊好，会堪要袂堪要嘛唔知影对无？你看，等你伫遮倒遐尼久啊，我敢有叫你做什么代志先？你敢要一直都爱走？我一定要走。好啦，要走做就走啦。投给你，投给你，投给你。你既然决心要走，我也无法度留你啦。你若要感谢我，你就听我一句话，先甲身体彻底调养好势，要走才个走，较免我逐工替你烦恼。谁让我对伊有一种真特别的感觉？袂说做早甲伊熟识，痴玉晶，哼！我若要想要追求伊，伊绝对动袂出我的掌名声。恁老母咧？你来遮是要创啥？哎，拜托咧！你遮我咪头一遍来呢。哎，你用这个口气咧问我，你当作我人客哦？哼！叫恁老母出来！吹啦！无啊，你是啥物态度啊？恁爸看无早你甲抢起啊？哦，莫怪哦，莫怪恁老母哦，定咧甲我斗啦。讲伊心肝来真艰苦啦，饲一个后生对小个念到大汉，互伊去读大学。即摆大学倒转来吼，骨力只搁笨大嘴啦，无爱趁钱啦。哼，你这吼叫做欠人教示啦，欠老爸教示啦。你这嘛是讲啥？你这嘛是咧讲啥？安那，我咧讲啥你听无啊？我坦白甲你讲啦。迄是我家己无爱啦。假使我若同意吼，恁老母真欢喜，伊就真介意，真要嫁我。恁老母若嫁我，你还叫我啥意思？你还叫我老爸啦？你做囝会用这态度对你老爸哦？啊！你这无啥人客兄，你啥物做去做老爸？啊！你怎讲啥？你怎讲啥？你讲恁爸是客兄，哦，你使用欠人家事，你靠你出去，你快出去！哦，你这愈来愈歹咧哈！你敢贪念我妈咧？手家一代三人唔知我后一代，我身躯变细人一大堆咧，我亲日叫一个来哦，大家订个金死死！你就去叫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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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去叫啊！我要买单！去叫！你在吵啥啊？你话唔讲伊有这态度来对付我。好啦，莫去啊，较济啦。你快起来！上水你这样，我哪去了？我干了要再这我叫你起来有听无？起来！干了要这样，我你你安尼是咧创啥？人家头一摆来哟，你敢无熟悉？安尼对他伊，我就是我伊来不到了。嘿，你强啊！你强！当处长，伊搁来找你啊？你讲伊是啥物人？是我。啊，志强，陈秘书，拍的。是。哎，这个，这。等你先啊，今仔介一个来。啊，你老母咧？你老母来无参你来？你老的时阵，我本来做侪话想要对你讲，也毋过即马坐伫遮，我煞一句拢讲袂出嘴。安尼嘛好啦。等咱爸仔囝做遮久，也毋捌坐来好好开讲一下。
但即嘛趁这个机会，恁老母无来，咱好好开讲一下。请问题？啊，秘书，较等下有电话有人来找我，我即嘛真无用，我袂接电话。是。这个，啉茶啦。当你即马就大学毕业啊，对家己将来有啥打算？假使你若找无较理想的出路，啊无安尼啦，来我这上班，看你要当第一个部门，我拢会当替你安排。你安排啊？你介意啥，你就予我啥，包括我的爸母，还有我的先生，拢嘛是共款。我知你对我真大的相见，我知影自细汉到即嘛，恁老母伫你的面头前甲我讲真侪歹话，也毋过你所听到、所看到的，有当时也毋是安尼。其实迄是恁老母，我不准你批评伊，伊是好是歹，拢是我的老母。伊嘛辛辛苦苦甲我饲养大汉，我不准你骂伊。大阵讲我若母做了毋对，我敢有做毋对？我谁也袂当公平正大做你的后生。你敢知我负责什么名？我负责林志强，毋是负责杨志强。迄是因为你唔肯娶我老母，唔肯互伊写咧冥婚。我承认，我无恁老母一个冥婚，伫咧表面上看起来是我的问题。对，是你的唔对。今仔日若有做就是我，我会好好疼惜我的囡仔。就算讲我爱我牺牲一切，我嘛会互我的囡仔有一个正常快乐的家庭。你呢？我知影你心内咧想啥，你想要唔肯娶我老母？你是咧笑想讲你的身份证顶头会当写李秀萍3个字对无？已经10几年啊！你是咧等啥？李秀萍到即马一直唔肯点头，你安尼等日子敢有简单？对我敢对阮老母敢有公平呢？实际上，这个世界上上无奈的代志，就是，就算讲无李秀萍这个人，我嘛袂娶恁老母。既然你唔肯娶，你啥要甲我死落来？甘心做，甘心命，甘心命，付出心心意。你敢知影？我今仔出来时阵看到啥物？我看到阮阿母甲因客兄做伙。这10几年来，我看到外地查某人伫阮兜出出奇见，一个好好的家庭，袂输菜店同款。有偌一个出名嘅伫阮阿母的背后，伫你头路讲伊是菜店查某，也毋讲我唔相信。我相信我阮阿母是这世界上上好的阿母。我做想要同阮阿母讲，是安变个安尼是。要我讲袂出嘴，应当输掉。你敢袂当甲我讲，是安怎会变个安尼？哇，遐大间哦！哦，阿姊会伫即款所在食头咯。哦，无怪伊遐尔坚持要来遮做工课。今日来甲看觅。请问你要找啥啦？你好，
我要找我阿姊啦。恁阿姊？啊是啦，伊伫遮吼做看护的啦。啊，你是伊的小弟哦？啊是啦。啊，借问吼，伊敢有伫内底？有啦，伊伫内底啦。歹势啦，是嘞啦。我著吼拄啊好下课，想讲要来遮跟阿姊做伙转去。看到恁遮足大足水的呢。所以想讲好要入来看卖啊咧。袂要紧啦，以后吼，恁若有闲哦，定定来遮佚佗啊。有影哦。安尼你一定是头家娘哦。多谢你。你若走来遮？阿姊。头家娘，真歹势哦，有小弟就无礼貌，无甲我讲一声，走来遮找我。好啦，阿姊啊。来等啦，袂要紧啦，伊真乖哦，嘛真有礼貌啊。是啊，阿姊，你看头。别搁讲啊，行啦，来等啦，阿姊啦。行啦。老妹你阿姊，我刚想要看一个尔，你看厝起安尼啊大间，对外口看又偌水咧呢，你要看就小紧咯。有啥物好看？搁较大间，搁较水嘛是别人的厝啊。你若以后较有读书的，有才调，家己买一间就好啊。阿姊呀，你即摆咧讲什么笑话啦？迄厝遐尔啊大间呢，就算我搁较拍拼吼，趁一世人嘛无可能趁住啊。你若遐尔无出头啦，别人就买会起，你就买袂起。既然你也买袂起哦，以后你就唔准去啊。阿姊，你有够搞牵拖呢？人个女主人就邀请我去因兜佚佗啊。你敢若是人请的呢？人个女主人吼就邀请我去因兜啊，你是有啥物资格讲？你真正要去？好，我明仔就来洗头咯。阿姊呀，无你到底是安怎啦？我带你吼，就是好好拍拼，好好读书，我会趁这个钱买出到你的厝内里住，安尼我就唔使去。免嘞，二头人因兜你拢会使去，就是因兜我不准你去。讲的理由根本就唔是理由嘛。你到底是安怎？同心珠，同心命，提出心一定命。你搁徛遐创啥？去你楼顶写功课啊！去啊！去就去嘛。奇怪。玉珍啊，他是安怎？玉珍在底下无乖，搁惹你生气啊？是？无啦，伊下课就四过拍走，搁走去我食头路的所在找我。走去找你哦，无一定是要接你下班啊，那就去干呢？我就是唔准伊去啦。小静，小静，你转来啦！头家，迄只鸡哦，我已经开好势啊，嘛处理好啊，这嘛已经摕去炖啊啦。小静啊，我甲你讲吼，我今仔领薪水哦，我就专工哦去山顶哦买一只正土鸡啊哦。听头家娘讲哦，你最近食头路真辛苦啦，所以哦，你一定要报一个，这只土鸡哦一定要食哦。阿山兄，趁钱就无简单的呢，你若要将遐钱欠落，莫搁伫我身躯抱去。玉珍，你敢袂当出来一下？我有代志要甲你讲。玉珍，鸡要炖好啊。我伫门口等你。阿母，我出来一下，让你有等来。无要紧啦，你炖的鸡，俺唔食啦。你今去对？
今仔我打电话去女社，你拢无伫啊？你毋是拢伫女社甲恁老母咧斗相共？我出去外口食头路，食头路，去食啥物头路？去一个好家人家做菜。做看吼，你敢袂晓？我会晓袂晓，甲你什么地带啊？我想要做什么代志，拢爱甲你报告。为明仔载开始，我送你去上班，接你下班。你是我什么人？较早我毋是你啥物人，啊，毋过为即摆开始，我是你的男朋友。人生之可爱，出自于无情；人生之可恶，出自于中药。敬请明仔载暗同一个时间继续收看。但是一生缘。风风的一句是红声，路见不平人讲正，咱若无行袂出名。我啥物拢唔惊，我啥物苦嘛吃，搁较重嘛敢担，搁较远嘛敢行。无论是半山也过岭，事事拼输赢。